宣各国使臣觐见。那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女啊？这个灯真不错。哎，怎么忘了这号人？五皇子萧翰。我记得袁术后期，萧翰也算老谋深算，处处与萧旭作对，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不为人知的险恶之事。不知道萧星恒知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？太子殿下到！参见父皇。你出息了呀你！那是，你闺女生得漂亮。别阴沟翻了船，给我添麻烦。翻不了，我划船全靠浪。哎呀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但我闺女值得这天底下最好的郎君相配，翻船了也不怕，自有为父给你顶着。你只需要选择你喜欢的郎君即可。老头，别说了，全在这酒里。就知道贫嘴。开席。臣携结兰公主前来，特意向陛下祝寿。有劳贵国特意派人前来，代朕向贵国的王上问好。此次前来，王上特意嘱托臣带来了结兰公主，意欲能与大理永结秦晋之好。不知贵国王上属意我朝哪位宗室子弟呀？此事本应听从陛下您的安排，但贵国太子与我国渊源颇深。渊源？我记得原书中确实提到过，太子在刘国做质子，不过原文中寥寥几笔，难不成是有什么卦？我可不想嫁给那个冰秧子。那冰秧子在刘国时畏畏缩缩的样子就惹人生厌，现在又缠绵病榻，我可不想一嫁过去就当寡妇。请陛下恕罪，结兰公主年幼无知，方才所说之话并无恶意，请陛下万勿见怪呀。结兰公主，你属意何人呢？那当然是不仅要身体康健、才貌英俊，还得文武双全，最重要的是，得是陛下最宠爱的皇子。去，他还挑上。这结兰公主倒是自视甚高，也不问问哪个皇子愿意娶她呀？我也没说错呀。那个太子之前在刘国时被皇姐皇兄训斥，连嘴都不敢还。他那个样子，谁看了都不想嫁。闭嘴！臣女刚刚殿前失仪，但有几句话不吐不快，望陛下恕罪。无妨，朕准你畅所欲言。结兰公主，我刚刚近处观你容貌，论相貌，你不过姿色平平；论德行，结兰公主随意出口伤人，言行恶劣，显然德行有亏。论家世，结兰公主虽为公主，但却是庶出，且数年前刘国就与我国签署了投降书，你不过是降国的庶公主，所以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有胆子对我国储君指指点点？挑三拣四，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说得好。你说我不配，你们陛下都没说什么，你一个女子凭什么数落我？你又配吗？你该庆幸，我父王驻扎的辖地是在北疆，而不是西域，不然还轮不到你问我配不配。结兰公主说岳西郡主不配，不知道我镇国公府配不配？
若不是陛下仁慈，担忧战事会使得百姓流离失所，我白家早就带着20万白家军进驻刘国皇城了。那时候，怕是轮不到公主在这里谈郡主配不配。你小子干得漂亮！我大理儿郎皆英姿雄武，何患无期啊？贵国王上的心意，朕领了。联姻一事，就此作罢。是。本殿特来向陛下贺寿，愿圣上日月同辉。免礼。时机虽有些不妥，但本殿还是要向圣上说明。父皇遣本殿来时特意交代，若圣上应允，希望我国皇子能在大理觅得良缘。刚打发走一个，又来一个。皇帝的白菜都被人拱南路了。真是。皇子可有属意之人呢？听闻岳西郡主蕙质兰心，还望陛下和王爷割爱。你说什么呢？谁给你的胆子？你是不是找死啊你？我息怒！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息怒我，息怒我！真是有趣。别拦着我！听我，我踢不死你！你给我过来！怎么？舍不得？放心，且不说北琼和大理关系紧张，一旦开战，嫁过去的宗室女都会成为人质。就单说她自己，宁王府唯一的郡主，身上30万宁家郡的荣光，陛下敢让她嫁过去吗？这是我家闺女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这臭小子！岳西郡主乃我朝明珠，即为珍宝，理应珍之藏之，哪有让其流落在外的道理呢？你们2位属实是没有缘分。不过，皇子如属意其他宗室女，朕倒是乐见其成啊。你给我等着你！谢过陛下。那，这太可恶了！你若是想拉拢宁王一族，我可以帮你。不必了，我希望他是真心靠向我的。哎呀，这种局就不该来。郡主，叨扰郡主了，还望郡主恕罪。只是我家世子特邀郡主一步一叙。你家世子是？府上姓白。姓白，镇国公白世子。冒昧请郡主前来，还望郡主勿怪。白世子客气了，我还要谢谢您在万寿宴上帮我说话呢。洁兰公主羞辱的可是太子，我好歹是太子的舅舅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放肆而不作声？我还以为镇国公府跟外界传言一样，跟太子的关系不睦呢。郡主这是套我话呢。郡主应该知道，镇国公府和太子殿下为何关系不睦。却是刘国当年并不是非要太子为之，此事还有转圜的余地。那镇国公为何非要太子去啊？因为兵权。什么条件？移交20万兵权，
或者以太子为质，二选其一。所以郑国公选了兵权，放弃了太子。没错，父亲说要以家族为重。张姐贵为皇后，她生的孩子皆是嫡子，无论哪个，都能立为太子。那时我才13岁，偷偷躲在书房角落里，听到了父亲和长姐的争执。父亲，和儿才5岁，你要他出至刘国，岂不是要他的命吗？妇人之仁，如果上交了兵权，那才是要了我郑国公府满门的性命。可他是太子，是您的亲外孙，你怎么忍心？母夏，你还年轻，你还会有孩子的，你的孩子都能成为太子。自那日以后，张姐整日郁郁寡欢，觉得愧对萧星衡。萧星衡回国的前1年，张姐又怀上了龙胎，可却在怀胎6个月的时候，因为早产，失血过多而亡。那孩子，我们陛下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张姐也觉得这个孩子的出生，会让白家放弃萧星衡。是陛下。陛下还没来得及动手，是张姐。那天他从父亲处偷听到了萧星衡在刘国过得并不好，甚至是屈辱。他决定撞向了桌角，不要这个孩子。多讽刺啊！张姐生前循规蹈矩，不敢违抗父亲，放弃了萧星衡。临了，却勇敢到想用死的方式保护萧星衡。原来萧星衡出旨和回国的背后，还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。世子为何与我说的这般坦诚？那天万寿宴上，萧星衡给我使眼色，让我帮衬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他待你不一般。那你应该也知道，萧星衡中毒的事情吧？他说是救急，但也没掩饰。我猜，可能是中毒了。那你知道他是为何中毒？萧星衡他这些年过得很是不易，你能想象吗？一个5岁的孩子，成天食不果腹，被关在晦暗幽深的地牢里，与虫鼠争食。他本是我大理金尊玉贵的太子啊！父皇，父皇，儿臣不要走，儿臣不要走，儿臣以后会更加认真读书习武，儿臣不会再偷懒了，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不要走。他就是那个被误国抛弃的太子啊，难看死了，又瘦又小，长得就一副卑贱样，怪不得爹不疼娘不爱，送到我们这儿来当商呢。看他这个不敢还手的样子，真是胆小。哼，看着就来气，听说还是太子呢。哎呦！父皇，母后，皇儿好疼，好难受。你们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我好想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要我？为什么？我还不能死，更不能让他们得意。我要活着回去。我要问为什么？我一定要活着回去。嗯？
萧星恒在毫无防备下被灌了毒酒，每天都承受着钻心之痛。我还不能死，不让他们得意，我一定要活着回去。我为什么？后来呢？就这样放过他们了？那些都是刘国的皇子皇女们，哪能赶尽杀绝呢？但他却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将这屈辱还了回去。后来，在刘国的战场上，他凭直觉砍杀，从尸山血海中挣扎而出，交织成一幅幅血腥的惨烈画面。他的每一寸皮肤，每一根骨头都在被撕裂、缝合，再撕裂，如此反复，痛不欲生。在无人的角落，独自承受每一次毒发。他的眸中愈发冰冷嗜血，仿佛一个来自地狱的修罗，要将这世间的黑暗与阴谋一一撕裂开来，一路攻向刘国7座城池。逼得刘国不得不求降，并甘愿成为大理的附属国，向大理纳税进贡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清醒一点，您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醒醒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我一日是大理的储君，那些人就不得不向我俯首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场复仇。他是个天赋卓绝的人，无论是作为将领，还是作为储君。所以，太子殿下的确同郑国公府关系不睦。可我这个舅舅和我外甥的关系却还不错。以前就发现，萧星恒喜欢吃些甜腻腻的东西，是因为过去都是苦，所以现在才这么食甜吗？这些年，萧星恒吃了太多苦，忍了太多痛，我这个做舅舅的再是尽力弥补，
也没办法还给他一个意气风发的年少。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对你不一样。希望你可以让他今后的人生多一点甜。那，给你。送给我的。就是来的时候路过吉庆坊，听到叫卖声，就顺手买了一个。很甜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不过郡主怎么会突然送我礼物？总不能说是因为在你舅舅那儿听了你的悲惨往事，因此对你心生怜爱吧？刚刚郡主就一直盯着我发呆，那眼神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一样。现在又给我送这么可信的礼物，郡主莫不是倾心于我？殿下未免有些自作多情哦。刚刚郡主还说我生得好看，如今却说我自作多情，莫不是我现在容颜憔悴，载不得郡主的心了？殿下面若冠玉，颜如皎月，温文尔雅，凤表龙姿。原来我在郡主心中如此美好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别忘了后天的宴席。怎么？你答应圣上搞什么欢送会了？你身子骨好了？病了太久了，也是时候该好起来了。否则怕是臣子们都快忘了大理还有个太子了。明天记得早点来。为什么要早点过来？早点来就对了，别忘了。知道啦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叹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